喺廣東省嘅汕尾豎起咗20幾座風車。廣東省計劃10年之後以風力提供15%嘅電量。香港可唔可以向呢方面發展呢？可再生能源自己本身嚟講有幾種特質咧，就係好嚴重咁限制咗個使用嘅。風嘅速度嚟講係太慢，就發唔到電出嚟嘅。佢一定要有一個後備系統喺度，成本咧就一定貴噶啦。風力呢兩樣嘢都需要好大量嘅空間，然之後先能夠係發一個比較大嘅電量出嚟。可再生能源發電通常嘅成本咧比較高。如果嗰啲市民係願意負擔比較高嘅電費咧，我諗香港嚟講都可以係用多啲呢一個係嗰個可再生能源嚟到呢一個發電嘅。呢個係一個成本問題。作為電力嘅用家，你認為邊種發電方法更適合香港呢？我哋而家燃燒化石燃料發電，造成環境污染，導致地球暖化。咁究竟可唔可以發展一啲潔淨嘅新能源，同埋採用節約能源措施，為我哋嘅地球同下一代建設更美好嘅將來呢？終於有機會咧，去親身睇下，近距離睇下我哋嘅風力發電機啦。當風咧吹動呢個嘅風車嘅時候咧，因為呢個風車咧喺個風力發電機嘅機組上面嘛，會將風力能咧真係會變咗做電能喎，可以開到呢盞電燈啦。舊年12月，秀茂坪天主教小學成為全港第一間小學裝上一台小型風力發電機。咁我就好威風嘅，其他小學冇咯。而且會慳翻啲電咯。學校安裝咗呢台風車，係希望俾學生認識可再生能源嘅好處。因為我哋成日開採嗰啲煤啊嗰啲咧，咁會搞到咧空氣好污濁咯。我哋會盡量同其他朋友講啦，希望我哋更加認識再生能源同埋支持環保咯。大埔三育中學同另外2間中學，亦都喺舊年由學生自己製造同埋試驗呢一種管道式風車。我哋依家做到咁嘅樣，就大概40至50度咁樣收集最多嘅風。啲風喺大廈嘅外牆咧衝上嚟咧係最大嘅呢個位，同埋40至50度收集得最多啦。從呢個管道裏邊引啲風入到啲扇葉度，再帶動呢個皮帶，咁啊再帶動呢個發電機，從而發電。呢一種管道式風車嘅設計概念係嚟自一位蘇格蘭嘅機械工程系教授。佢嘅原理係當風衝向大廈外牆嘅時候會往上走，所以喺天台安裝呢一種管道式風車，一般可以收集到比平時高出2倍嘅風力，而且風車可以結合同埋隱藏喺建築物入面，唔會破壞景觀。我哋學校都唔算高，佢可以發到最多6至7伏嘅電出嚟。香港咁多高樓大廈，咁裝喺上邊呢，就會發到更加多電啦。我覺得香港大學亦都喺舊年將一個減波器安裝喺中環碼頭，將波浪起伏嘅動力轉為電力，接駁到呢一塊顯示板。將個波浪嘅能量咧就轉為電力嘅能量，變咗我哋咧就可以從而用嚟咧就減低維港嘅波浪。由03年開始，科學園第1期嘅9棟大樓同灣仔政府大樓都安裝咗太陽能光伏板，搜集資料去證明喺咩情況下產電係最有效，同埋將太陽能駁入市電電網有冇技術問題。太陽能咧轉咗做電能之後咧，係一個叫做直流電嚟嘅。我哋要先轉咗佢做交流，咁先至可以入到網。喺呢方面咧，每一個大廈都有呢個更換器啦，入網嗰方面冇技術問題嘅。我哋一般以為夏天太陽猛，應該發到最多電量，但係搜集到嘅數據發現原來唔係。在11月時，因為天色好，冇咩雲咧，輸斥亦都高嘅。反而在夏天好多時候落雨、有雲、有污染咧，所以輸出咧係低咗嘅。機電工程署喺02年公佈嘅研究報告指，最有潛力喺香港廣泛採用嘅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光伏系統、風能、附設喺建築物嘅燃料電池，同埋廢物轉化能源。
不過電力公司就話成本貴。如果係用風能嚟講咧，佢嗰個價錢個造價咧係大約係天然氣嘅1倍，而用太陽能光伏板嚟講係天然氣嘅10倍嘅。投資成本就算風力場係貴啲嘅時候，但係長遠嚟講，我哋講緊即係一個發電廠幾十年、100年嘅時間，但係每年我哋係發電廠要買好多噸嘅煤去到燒，政府冇要求兩電呢就係喺即係承擔嗰個叫做社會或者環境嘅成本，譬如話因為空氣污染而影響到我哋譬如市民入醫院去睇病，呢啲嘅成本呢，其實就係政府納稅人我哋係支付晒。 It's widely predicted that in fact wind power onshore, which is the cheapest of all, will in the next 10 or 15 years become the cheapest form of energy there is of any kind. 可再生能源嘅成本會隨住科技進步減低，而可以同化石燃料競爭，但係要喺香港發展，仲有其他問題。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to renewable energy on a large scale in Hong Kong. The available land is a limit. 如果將全香港嘅土地全部做晒風電場，佢只能供給25%嘅電力嘅需求嘅啫。大規模發展可能有限制，但係咪等於唔做得呢？同樣係大城市嘅上海，就已經喺03年安裝咗4台風力發電機，一年可以發到600萬度電。而一個家庭平均每年用4300度電嘅話，咁就足夠供電俾1400個家庭使用啦。上海呢是我們中國最大的一個工商業城市，這個對能源的需求呢，這個非常迫切。上海目前的這個能源結構呢，煤電佔了60%，所以這個煤電呢對這個城市環境這個污染壓力呢非常大，所以上海要發展的話呢，必須要改變這個能源結構。第一根機組吊裝是在2003年7月25號，那天呢是上海60年最高溫39.6度，我們幾位同志都在現場，一身都是汗，但是回想起來非常開心，非常高興。我們上海第一座風電場在我們手上建成功了。喺人口密集嘅城市安裝風車，有人會擔心噪音問題，但係據上海嘅經驗，佢哋量度過，只要離開風車80米，就再測唔到風車轉動嘅聲音。至於有人擔心風車會破壞景觀，佢哋亦都有辦法。在這個當地政府的這個配合下，我們把風電場的建設跟旅遊區的開發結合起來，把風電場作為一個旅遊景點來安排。我們這邊看過去可以，你看非常和諧。喺日本，呢間公司喺03年尾仲發明咗呢一種垂直軸嘅風車，好處係可以收集任何方向嘅風力，同更加靜，適合安裝喺住宅區。引發佢哋靈感嘅，原來係我哋細個都玩過嘅竹蜻蜓。唔好睇小呢個小玩具啊！原來已經用上飛機機翼嘅設計，機翼上下唔同嘅流線型弧度，令到氣流經過嘅時候速度唔同，於是產生咗上升力同埋轉動力。利用呢個原理，亦都可以幫助設計風車嘅扇葉形狀，令風車轉動得更加順暢。Blade shape, this is very, very difficult. We tested 25 blades. 呢間公司從1920年開始，已經為日本空軍生產飛機用嘅風車式發電機，累積嘅經驗正好用嚟設計風力發電機。所以當大久保先生同社長講想研製小型風力發電機嘅時候，就得到呢個答案啦。Masa development. 只係短短嘅10個月，佢哋就成功製成咗呢種垂直軸風車。新嘅型號仲加埋太陽能光伏板，發電容量由340瓦到2500瓦。而家每個月生產到30台，售價由港幣3萬幾到接近20萬蚊。呢間喺東京嘅公司就買咗一台風車，用嚟發電俾8部閉路電視。公司嘅社長話買呢一台風車係希望為保護環境盡一分力。
環境対応我哋積極咁引入環保嘅設備，係希望可以令公司形象有所提升，所以我哋就買咗啲颱風車。唔單止商業機構，一啲公眾設施，例如係呢一個車站，亦都用咗風力發電嚟照明。日本市民一般嘅環保意識都好強，佢哋話為咗環境同埋下一代着想，即使貴啲同埋礙眼，都願意喺屋企安裝風車。景觀上ちょっと合わないところ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最初呢，我都覺得架風車同我個花園唔係好夾，草木が揺れたり，但好似今日有風嘅日子，睇住啲風吹到啲草啊、樹啊都喺度喐，跟住架風車又喺度轉，俾我有一種風同大自然嘅感覺，心情就當堂覺得好舒暢。日本嘅新式焚化爐仲利用咗焚燒垃圾嘅廢熱發電。呢一座位於東京川口市嘅焚化廠，每日可以處理到420公噸嘅都市固體垃圾，發電容量最多可以達到12兆瓦。佢嘅操作係將垃圾分類處理之後，以1300度高溫燃燒，產生嘅蒸氣就輸去發電機組，用嚟推動渦輪機發電。由於垃圾喺1300度嘅高溫燃燒，產生嘅二惡英遠遠低過法定標準，而燒剩嘅熔渣可以用嚟做建築材料，剩翻嘅餘熱仲可以利用嚟煲水俾其他設施使用。發展可再生能源已經係世界趨勢，好多國家都訂立咗明確嘅目標。歐盟成員國早喺97年已經簽訂到2010年使用嘅能源之中，要有12%係可再生能源。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對能源嘅需求亦都係不斷增加。為咗保護環境，日本嘅能源政策定下到2010年，使用嘅能源之中要有3%係可再生能源。內地亦都正係草擬緊可再生能源法草案，規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要喺能源構成中佔10%以上。呢個呢就係我哋嘅天空掃描機嚟嘅，佢每10分鐘就運行一次，就主要係掃描天空每一部分嘅光線同埋能量留俾到你幾多嘅。咁呢邊呢個呢就係主要係度幾個數據嘅，係第一個就係度嘅天空個太陽本身俾到你幾多能量同埋光線，同埋個天空冇咗太陽嗰陣時會俾到你幾多能量光線。呢個安裝喺中文大學嘅國際天空監察站，全球只有20幾個。呢個係南亞洲唯一一個負責監測每日唔同時間天空嘅光線同能量分佈。搜集到嘅數據可以用嚟幫助設計節約能源嘅建築物，同埋計算香港可再生能源嘅潛力。樓宇咧其實係好嘥能源嘅一樣嘢嘅，係50% 嘅能源咧都係樓宇裏邊用嘅。所以我哋如果攞到啲數據之後咧，就可以更加好嘅去設計一啲比較用少啲能源嘅樓宇。新起嘅建築物好多已經加入環保概念。好似北京道1號就喺天台安裝咗太陽能光伏板，用嚟發電操作大廈內嘅百葉簾。當太陽猛嘅時候，百葉簾就會自動降低同埋調節角度，阻隔陽光同埋熱力，令室內用少啲冷氣。冇咩陽光嘅時候，佢又會自動拉上，等多啲自然光照入室內，可以開少啲燈，慳翻啲電。香港整體嘅用電量，商業用途佔咗2/3，當中超過一半嘅電力用咗喺空氣調節，照明又用咗1至2成。呢個係大廈嘅中央冷氣系統，保持呢個冷凝器嘅清潔，對佢嘅效能相當重要。一般每年只會用人手打開清洗1-2次。而家我哋咧就用咗呢部新嘅儀器咧，就利用呢啲咁嘅海綿嘅波，咁不停24小時咁幫我哋不停咁樣清洗嗰個冷凝器。咁咧就好似我哋心臟病人通波仔一樣啦。咁用咗呢部機之後咧，我哋係慳咗10%至到15%嘅電嘅。
為咗用少啲最嘥電嘅冷氣，佢哋仲有辦法。冬天嘅時候，如果出邊嗰個空氣嗰個溫度同埋濕度夠低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將呢個嘅拍葉咧就盡量開晒，將100%嘅鮮風咧就攞入嚟到冷卻室內嗰個空氣。呢種低傳熱嘅玻璃幕牆，加咗一層可以隔熱但係又唔隔光嘅物料，咁就可以開少啲冷氣，又用多啲自然光。改埋用更加慳電嘅 T5 光管，就可以為辦公室再慳多啲電啦。喺商場一樣可以有效利用天然光同埋加裝節約能源設施。原本呢個商場咧就係用風冷嘅，咁喺2003年咧，我哋咧就裝咗啲水塔，將成個系統咧就轉咗做水冷嘅。咁喺呢個轉變裏邊咧，我哋咧係可以比傳統嘅冷氣系統咧係慳咗30%嘅電力嘅，咁係相等於每年咧可以慳到成500萬嘅電費。要有效實行節約能源，原來公司嘅管理文化同點樣推動同鼓勵各級同事嘅參與好重要。我哋公司咧好注重多元嘅創意啦，同埋社會嘅責任嘅。咁就係呢種咁嘅企業文化咧，就能夠帶動同埋鼓勵得到我哋各個嘅同事嘅參與啊，同埋咧提出佢哋嘅創念嘅。除咗諗辦法用少啲冷氣，原來開冷氣嘅時候製造嘅廢熱都可以用返嚟慳電。呢間酒店就安裝咗熱泵，吸收開冷氣時候製造嘅廢熱，用嚟煲水供應俾酒店使用，咁又可以慳返好多原本用嚟煲水嘅能源。科技大學亦都利用咗熱泵煲水，然後用嚟為圖書館抽濕。處理咗個空氣咧，因為本身佢已經係低溫啦，同埋個濕度又係乾身啦，咁所以咧入到嚟咧，令到整個圖書館咧都能夠喺一個穩定嘅氣溫同埋濕度裏邊。咁個效果咧就係令到我哋啲書咧而家好少發毛啦。由以往咧我哋有幾百本發毛嘅書咧，一年咧而家得返幾廿本。